嘉义中部伫顶日啊连续发生地震，当地龙门社区楼顶尾的围墙是规个崩落来，还有几排透天的壁被开，铁路嘛落来。另外还有6间学校受损。根据县府的统计，目前全县有14间中小学有出现灾情，也那灾损的金额是超过260万。 楼尾顶的半墙啊，未堪的地动，一直还有2/3落来。一楼涂骹拢是柴板，还有暗门涂，边的车也互柴板攻掉，到这当时无人经过。这种面料板吼，啊算做空壳啊，吼，昨暝个地动个了就平落来，吼，啊是足危险。这真正有较夸张一点嘛。 啊，这真正吼，就毋是咱正常施工的方法。边个徛家也感觉地动真摇，因为厝内底铁门也倒去，一个学校也受灾。这是我们的专任教室区。拜早是7点外，检查后来状况，最近教室天棚铁架落来，实验室放物件所在水管破去，积水活动中心庙物件落落来，评估了后安全无问题。200多名学生是正常上课。县府统计，全县因为地动受损的中小学总共14间，中部乡就占6间，初步估算，这灾损的金额超过260万块。比如说，它部分班级的教室已经有铅钢架脱损、玻璃窗户震裂的情况，我们会适度的将该班的教室移到比较安全的教学环境当中。学校也请结构技师来好好检查。中部乡这排透天厝几若户，厝内铁路拢落去，壁有浸水所在逼规抓，也有六角线结骨餐厅玻璃拢破去。中正大学地环系团队也到当地来设置了监测仪器，要收集更加侪数据。学者初步研判，中部乡虽然有3处断层的系统交汇，也过依照这2天地动的迹象分析，研判甲这几个断层的关联性无关。南边一点的话，有所谓的木屐寮断层；那在东边的部分呢是出口断层，它北边一点则是九琼坑断层。那只是因为以它的这个地震系列的分布走向，然后跟这周边的断层位置来看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它们是直接跟这些断层系统是有关联性的。学者判断，1941年中部强烈地动可能甲木屐寮断层系统有关系。这几天地动分布大部分是东西向，甲木屐寮断层系统的关联也无关。只是27暗时到28早起10点半之前，已有3摆地动，2摆动涌伫中部，有边将予地动又甲困袂去。根据统计，中部乡有6村落出现灾情，房屋受损21户，4人有公所安置。记者孙合报道。